随意好料理。今仔我要来个食煮菜，给大家食。哦，你创啊？啊？你创啊？我灌一罐油，你就给塑料走卡。这我走卡呢？什么我的走卡？拜托的，咱规厝内敢若剩走卡是我的所在，你连走卡都要甲我占去。你敢剩走卡会当大展身手呢？对啊，你连走卡你莫后壁甲我舞啦，啊，这是啥物啊？这啊，我就是吼，咱迄个社区迄个大宝有无？大宝。大宝啊，因隔壁啊，因小孩子嘿，伊就讲囡仔足爱食迄个，吼，因之前有食到泡菜煎饼。哦，许愿，给你许愿。嘿啦，要煮菜啊，互伊谈囡仔迄个互动较好的安尼。我给你许愿，你许啊，唔捌煮过我食。好啦，别人许愿拢会使，我许愿就袂使。我嘛想要食海鲜煎饼，有啥物伫喙拢无？从来拢无，家己你的灶骹穿甲那澎湃。你看，各位朋友啊，我隔壁我拢无讲的，拢伊咧讲，你看无？啊，有影你伫你的灶骹煮甲澎湃，啊，等于属于家常小菜。无啦，这嘛。不过我感觉足奇怪，连这你就晓做啊？我冇食过。我都敢错咯，我啥物我唔敢做的。啊，我啥物代志我做袂出来。你安尼讲是咩啊？来，咱先来传这份来，迄个我交代一个工作互你做，唔爱讲我拢无交代工作来做。我较简单的，就是你甲切落按一块一块好啦。好。形体水要袂要紧。好。一个重点。啊，这个。镜头要留会着。好。哈。对吧？咱是要迄个海鲜煎饼，咱唔是要镜头煎饼哦。你问咱。啊，这个。连镜头切落，这吼你共款你换切落一块一块。好，我自由发挥。你自由发挥。我开始啊。煮水要要紧啦，欢喜着。安尼 OK 吗？对。啊，咱先来调这个，既然是煎饼嘛，啊，所以一定要有这粉嘛，粉糊。这粉糊吼，其实即马市面上有咧卖这种迄个海鲜煎饼的这个调好的粉，你只要转来吼，啊，对看对偌济水就调就使。啊，咱若厝内无迄个，你若无出去买迄个变的粉嘛，袂要紧。咱用这米粉就使吼。咱米粉吼。一般用米粉落去拉做面糊就会使，但是吼，今仔随要加一个大概一个小撇步，就是免啊，或者海鲜的这煎饼煎起来吼，会较酥，会较脆，较酥脆，会较酥脆，就是咱另外加这个物件，这叫做在来米粉，差不多米粉加这个在来米粉差不多3，啊这米粉差不多1，哈，加咱做伙。咱对一个水，因为咱会惊迄个海鲜多，因为海鲜吼伊的水分多，所以咱一开始咱这个面糊吼，唔通调啊伤水哦，无等下惊蒸起来较袂定型。爱较糊咧吼，爱较糊咧。来啊，因为吼，咱这个迄个泡菜啊，泡菜其实已经有咸正了，吼有咸正啊，所以咱这个。面糊内底就唔免掺伤多咸正啦，咱就一丝丝盐，互伊有一个底，有一个味道，莫伤咸。啊，一丝啊白胡椒，来，咱就这，我嘿，啊你甲开了，即马甲开了。你要嘛要开了吗？嘿，嘛开了。哎呦，你莫太多习惯你签啦，惊人。专业。好，水里。来，啊，你这吼，同款咱海鲜嘛，海鲜吼，较有一个，一定较有一个臭sauce，所以嘛是海鲜要先生一下。米酒吗？啊？用米酒。嘿，用米酒生一下。厨艺进步在这。一撮米酒。袂当拍酸哦。啊，一撮盐。你给滴个大只，好，较大好笑。啊，咱这个面糊吼，惊想我想，互伊较芳的吼，我加一个鸡卵落去。哦，你安尼生了生好，啊，我这粉吼，然后我迄个，因为这我拄则讲，伊这水分内底水分足多，啊，咱泡出来嘛有水分。所以咱这面糊吼，你看哦，咱一开始来的时候吼，爱较靠实啊，吼，袂当伤水。你伤水，等下这个落去吼，
哇，散去你煎起就较袂定，我都成型。较袂定型，嘿，对，哎呦，巧呢哈。哎，你嘛常得这呢？大宝囡仔许愿你就有，啊我囡仔许愿逐项拢无。无啦，迄阵咱的囡仔细汉的时阵，啊？咱的囡仔细汉的时阵，我迄阵拢伫餐厅咧上班。啊你是拢无下班哦？无啦啊，后边我囡仔拢甲你袂亲啊。后边咱莫发你来喂。你暗时你我做艰苦。你等下时你要煮一项囡仔食。哈？你等下个煮一家囡仔食，弥补伊的心内遗憾。啊，袂讲哎，人迄那隔壁因爸爸许愿拢有。讲啊，足严重，有啥物遗憾？但是我无煮这好食的遗憾。那边个遗憾有够济。无啦，因为我无煮这好囡仔食，囡仔就怨我一世人嘛。我咱这老爸。而且你无搞结婚嘛，无遐大粒选择，拢遗憾。好来，先煮，遗憾，看我这个讲，煮了就无遗憾啊。好，来，哦，按足简单哦，咱的米哦，3比1的3份米粉啊，1份那个在来米粉啊，一撮盐哈，啊这海参来。全部拢要落吗？哦，海参来来。一切拢落好无？拢落。好啦。毕竟啊，你老姐嘛是遗憾啊。家要食无算本的啦，因为咱做的是讲，咱个名是叫做海参煎饼啦。无其实啦，像我咧做吼，我会搁掺煞迄个3层。3层。就是猪肉内底有肥的，较有一寡肥，唔是拢正肉哦，有煞肥的猪肉落去。哦，肥猪肉。起来会有的油脂会搁较芳。哎，因为咱会见的物件拢青的吼，所以咱一开始吼火莫伤大。啊，葱啊，你看。葱啊。看到你惊一。当然吗？看到你惊一好啦，袂记掺葱啊落啦。遗憾弄落。来，咱掺葱啊嘛会使，啊你也掺韭菜，咱做了韭菜掺韭菜嘛足调味的。高蛋挞，也是无建议，因为吼无建议，因为会惊内底掺泡菜。哦。所以我惊迄个味会伤。看过。会伤侪项，伤复杂啦。哦。哎。这个我咱剪较大片丝。咱个做2份啊。好，啊，搁来甲大家讲一个重点吼，咱迄个煎饼吼，油嘛是要加下一丝啊，因为咱拄着辣淮粉吼，足够输油的。啊，要煎了这饼会酥会脆，其实油唔通省，加一丝油袂要紧。啊，大家会讲啊，迄个啊，等下就蒸起甘伤侪油面啊，袂紧，我等下搁另外一个小配包要甲大家讲。这炒煎偌久啊？一面差不多分外钟就好，因为还紧啊！哎，这海参足紧啊，海参快熟。大火吗？中啊，对啊。安尼就快熟了哈。哇，看出起来呢。这项嘛最简单的啊。最简单的啊。看起来其实拢最简单的啊。简单啊。哦，哇，虾子你看。对。啊，但是你若惊讲伤油吼，搁有一个，我拄则讲一个小撇步嘛。咱安尼吼，水老这个铁网啊无？啊，用一盘仔起哩，啊，咱煎好吼。哦，哇！甲下两关顶吼，伊若有加油，伊会滴落。啊，过来就这样，就是因咱即摆这煎起来烧，啊烧。可能伤烂，吸掉来。哎，巧呢，你。我是有底线。你真正无讲呢。是啥来讲？无啦，你是看起来较讲，但是你无讲，但是你安尼看，你看这网仔下底有一个芳无？咱煎起有迄烧气，啊烧有迄水气，啊你若水煎起水，去咱这盘吸咧吼。另外一边就软。你若无水食，伊就是到尾啊，伊皮软就较袂脆。哎，对。安尼咱等下切个，看你要像咧切披萨，要切这几块，还是切安尼硬就拢会使。所以咱专家做分享啊。对。来，今日介绍的海参泡菜煎饼，简单无？专家拢会当食。对，今日大家紧学起来啊！